们在这个早晨，我们带着期待跟盼望来到主的面前。要先用这首诗歌，在会前我们要来预备心，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一起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盼望，让我们带着盼望来到主的面前。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盼。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我诚心向你去敬拜。再一次，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高台和盾牌。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我真心向你屈膝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高台和盾牌。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真心向你屈膝敬拜。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开口来赞美，要一起开口来祷告，因为上帝的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这位让我们能够因着被他称义进入他的门，他是救恩的门，他应许要拯救我们，他赐下救恩的管道。就像今天的早上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赞美他，我们也要承认自己的罪。当我们分别自己归属于他，我们就在那样的恩典跟应允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献上感恩的祷告，开口来献上认罪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拯救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外。你是我们的救恩的管道，你是我们救恩的门。进你的门，就必盼望又得救。主，谢谢你，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更是掌管万有的君王。你带领我们在早晨，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存留我们一口气息，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每当我们思想这一切奥秘的事，主啊，我们就知道，主啊，你的伟大是如此的实在。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在早晨你邀请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恳求主你的圣灵启示我们内心。主啊，我们还没有办法放下的，我们还在挣扎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主你的饶恕，恳求主你的赦免，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转向你，让我们的心因着不抓着自己心里的石头，我们的心就要来归向你，我们的心就要在你的里面来经历那一切的赐福跟泉源。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的，等一下你可以站起来，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主应许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安置在哪里？在宽阔之地。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路可以走吗？我们觉得我们眼前一片黑暗吗？主已经应许我们要把我们安置在宽阔之地。我们要继续来读哦。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有耶和华帮助的人，我们不需要惧怕，因着主他亲自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时候主就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耶和华成为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们的主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为我们当中你的身心灵有需要的吗？在我们的产业，在我们的事业工作，甚至学业、孩子的功课为这些人际关系有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祷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按在我们需要的地方，为自己来祷告，为你想到的需要，我们开口来到主面前宣告，他要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拯救。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需要，在线上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主啊，你是应许我们、赏赐我们，让相信你的人、投靠你的人，你应允我们要走在那宽阔之地。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因着我们的有限，主啊，更是可能因着我们的软弱，主，我们陷入在那个需要甚至缺乏里面。但主，你是丰盛的主，你补足一切的需要。主，你是赏赐我们有应许的主。当我们来投靠你，主啊，我们身心灵一切的需要，主你已经知道，也恳求主你医治的大能，主你安慰的能力，主啊，你赐予供应的能力，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主，我们要再次来经历，你是那赏赐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的主，你是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宽阔之地的主。主，你也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单单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的相信，主，我们就要来经历。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祷告的力量将要带领我们经历。当我们的心越是对神来敞开，我们就要来经历它，
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8章17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当我们愿意降服，当我们愿意顺服，当我们愿意来跟随着这位赐福的神，我们就要来经历平安如河水，公义如海浪。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主日早晨来到主的面前，是一件非常非常蒙福的事。我们要为我们个人认罪悔改、灵命成长来祷告，也为年底圣诞相关的福音活动。很多我的朋友都说，圣诞节就是基督教就是教会在过的节日，我们就是主场，因为全世界都在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在过节。所以当我们来到圣诞的时候，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祷告，我们要用行动来参与。当我们参与分享、宣传，甚至我们投入同工的时候，我们就来经历在这个圣诞的盼望，不是在2000多年前，不是在我们个人身上，而是从我们开始，到我们身边的人都要经历。我们要为本主日医疗关怀、传道部会，还有感恩阿嘎培顺利，求主掌权。我们也要为教育部来祷告，教育部带领在教会当中预备很多装备弟兄姐妹的事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更认识上帝的话，更认识他对这个世代教会的心意，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透过 RPG， 透过圣经共读来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也求主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图书馆志工的行列，求主来保守2023教育部预备的课程跟讲座规划，使兄姐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开口为主日我们的领受来祷告。当我们开口来求，当我们开口来宣告，我们就要来经历主今天要对我们说话，在今天主要对你的需要说话，我们也要一起参与在教会建造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来向你敞开。当我们每一次越向你敞开的时候，主，我们就领受更多。当我们每一次真实的来到你面前，在这个主日没有别的主，唯有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带领我们要在这场敬拜中，要在这场礼拜中来遇见你。主啊，带领我们再一次将主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主，我们要跟随你，我们也要为教育部来祷告。主啊，你亲自带领，在教会有这样的事工，是要教导你的儿女走那合神你心意的路，是要走那义的路，是要走那让主喜悦的路。主要带领教育部，真的是在每样的事工，透过圣经共读 RPG， 让我们更认识上帝，更认识我们自己，也更认识在这个世代你对教会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为本周许多的事项来祷告，事工来祷告。主，当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出去
被差遣去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也是主你圣灵同在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这些事工当中有份，我们就在这事工当中也有福分。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用主祷文来做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你这时候要来点烛，我们请张牧轩执事点燃第一支蜡烛，这是预言之烛，提醒我们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并期待上帝国度得以建立。所以在待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带着期待，带着从主来的盼望，我们要来经历，我们要来等候，我们要来预备上帝国度的降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将盼望放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让我们的心里有期待，渴慕跟那永生的主来连结。主，你也带领我们在今天，主啊，你胜过死亡权势的盼望，掌管万有，带来人民生命的盼望，就要临到我们当中。在这待降节第一主日，我们预备心要来遇见你，因为你对我们美好的心意要透过这个时刻向我们展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好了，我们持续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尊贵的全能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一起来拍手，一起来敬拜，将我们所有一切都感谢赞美。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
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再次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将一切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再一次将我们所有一切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主成我们帮助者，成为全能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因着神来到教会，我们因着神而认识了这个信仰。在这当中，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最大的领受就是祷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请牧师祷告，我们甚至可以为自己祷告。我们的祷告其实神都有听到，只是我们信心是否足够。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
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祷告的力量就有多大。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回应，不是神不回应，而是可能时间还没有到，而是可能神不允许，不让我们这样做。只是我们的祷告，神都有听到，神都有回应。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将一切献上给神，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成为祭坛，来到直到神的宝座前，求神垂听我们的呼求。哈利路亚！因你心事，因你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愿你兴起祷告的大举，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透过祷告，神给我们帮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力量，而我们也可以成为祷告的军队，去帮助更多的人。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有破口的世代，在这个令人伤心流泪的世代，我们如何在祷告中得到力量？如何在祷告当中不疲倦？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带
心坚定地当求你，用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日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你惜命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心意释放这时代。再次来大声的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你惜命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再次向神来宣告，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你惜命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一起举手来求神，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带着心坚定地当求你，用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带信心坚定地当求你，用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主，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你的同在要带来自由，你的真理要带给我们释放。我们期待主你的降临，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你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跟从你，就不在黑暗里面。主，你呼召我们来，凡劳苦担重担的来跟从你，你必要使我们得着安息。主，我们知道经过这样的一个激情的选举，有人欢喜，
有人难过，但是这一些都是短暂。唯有你与我们同在，才是永恒；唯有你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扶持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在你恩典的道路上。在这待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期待你的同在，我们期待每一刻每一时都需要你。谢谢主，愿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你来悦纳，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当我们张口向你敬拜赞美，你就接纳我们的祷告赞美，你赐下你的恩典、能力、权柄、医治，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你来应许。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与我们一同见面的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贵姓啊？同工啊？来 ，OK。好。张彩燕姐妹这个，然后是潘奇媛是母女我们欢迎他们欢迎他们。好，请坐请坐。愿上帝赐福你们在这要进入到圣诞节的节期的时候他是以马内利，就是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他的同在表示什么？表示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恩典，你渴慕祈求，就要赐给你们。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跟收办伊莎、丽珠姐他们从美国回来感谢主，愿上帝赐福。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今天的周报的消息。我们已经进入到待降节，就是期待圣诞节的来临所有的服饰圣诞节的点烛等等，都是在第8页，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明年的1月8号，我们要举行今年度的就明年的第一次的圣礼典。如果要报名受洗的，你还没有报名的在12月25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曼双来报名。下主日我们会在第2场礼拜当中举行长职及核心同工的就任。那我们长老有简仲义、张富春、林顺正、陈丰盛、贾伟克这5名长老。我们执事有7名张维轩、吴素鸾、黄美英、许书成、徐田恩、陈玉新、黄君义。我们来为他们举行这样的一个就任，还有封立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下主日在501，就是下午1点会召开第408次的长执会。请新就任的小会员来参加，还有就是这些新就任的执事来参加。我们下主日就11月20号起我们在1楼有举办这个迦南同工迦南，我是同工有影片吗？我们再看一次了迦南教会现在正在招募2023年的同工对啊，而且听说主题是同工迦南，我是同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快点！这是在。来，不用多说什么，靠过来就对了。我要请我们的组长来向你们说明。这个讲互恁捌咯，恁喙少好拍干啦。你等我者，我啉一下茶，我再慢慢说明互恁听。
们现在家人教会真的是欠缺很多同工，比如说有亲子礼拜招待，有鼓舞小组关怀带领，有小组长、属灵家长，还有儿童阿卡贝，以及崇拜部的语音投影，还有传道部的医疗关怀。啊，小等一下，好我串着。哎，我是平安，平安，来我这边，哎，来，先喝口水。谢谢。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就让我来说明了，孩子们，圣经上说，在世上要尽力做工，我们更要为主而做。现在加入迦南教会的同工行列，就是最好的行动啊！啊，我家老啊，我会当做什么？你老公老嘛是会当补坡刀啊。这个姐妹，你可以当招待关怀，可以引导人来教会啊。没错，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和优点，不会的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要记得，上帝是看你服侍的心和态度啊。听起来有道理。那还等什么？我现在要报名同工。兄姐们，你们还在等什么？赶快来报名吧！没错，成为神国的同工，多么有福气啊！对，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服侍的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同工迦南，我是同工，耶！来报名，来报名！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哈，这些的同工啊，愿意哈摆上哈，愿意摆上啊，那就有一个机会，就是可以让大家先来参与，就12月17号哈，那个远东百货主动啊，这些百货公司现在都主动邀请我们哦，那我们在12月17号有一个圣诞嘉年华啊，在远东百货的1楼、7楼有一些的表演哦。最重要就是把圣诞的信息啊带给大家哈，让大家有机会来认识这位救主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圣诞老公公大合唱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报佳音。那我们报名到12月11号截止，我们到公布栏1楼的公布栏来报名。我们今天有医疗的关怀咨询我们有这些的同工来服侍如果你第一场礼拜完之后有兴趣的、愿意参与的，也可以一起在楼下祷告之后就出发哦。我们圣诞节的相关活动在第8页第8页，我们有一个圣诞欢乐颂开箱礼物哦，这12月1号到12月25号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这个活动是结合我们的青年罗烨导演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迦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与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1到星期6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
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好，你也可以扫描 QR code， 从12月1号啊，你可以先上网报名啊。有的长者说啊，我都未晓啊，你要安怎哦？你如果不会的，请你的孙子儿女帮助你哦，然后上网报名。那真的不能够做的时候，就是礼拜天啊，礼拜天哦，我们有10个这样的一个名额就是一起来开箱啊，得着这个礼物啊，12点15分开始哦，所以我们礼拜天如果这些长者没有办法去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礼拜天我们一起来参与哦。那期待希望期待这个是第1主日的那你期待有这个礼物吗？好像不大期待那就都给牧师好了OK， 好，如果你的孙子你的孩子还小，你可以帮助他们能够一起来透过这个礼物，其实最重要是里面的圣经的经文这是最棒的礼物好，我们来就是明年的1月20号小年夜我们会成人牧区有主办这个大家来围炉来过年。那早鸟到11月底11月底300块超过就是575。那请向小组长来登记报名。我们在楼下也有摊位你可以在那边登记报名。我们一起来就是透过呢，我们邀请我们的还没有卫信的亲朋好友，我们也一起来参加。其实我们里面也有一些的关怀见证，就有关福音的信息。好 ，OK， 有影片好来，上一个，已经有感受到过年的气息。那一天这些人会来吗？好，以上这些跟选举是无关的OK， 我们期待如果你很想看他们的模仿秀你就来报名参加小年夜的围炉。好，我们也恭喜我们的田长老那个他的公子张毅，还有他的媳妇黄秀英姐妹，他们要在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会2楼这边举行结婚礼拜愿主来赐福这对新人。我们也特别为刘牧师来祷告他们失去亲人的哀伤，求主来安慰特别定于在这个礼拜5早上9点15在台中东海殡仪馆的怀泽厅
举行告别礼拜愿主来安慰遗嘱。另外在11月21号这个廖勋长老娘、陈月珠姐妹也蒙主恩召，享年78岁，要定于12月10号早上10点于桃园殡仪馆举行入殓跟火化的礼拜。那会在隔天因为下午是有婚礼所以早上有告别礼就是入殓火化礼拜那因为下午有婚礼，所以我们在12月11号会就举行告别礼拜，然后安放礼拜。那12月8号礼拜四晚上在7楼我们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这些的遗嘱。那另外在昨天下午我们黄志祥长老的妈妈黄湖盆姐妹也蒙主恩召牧师也去处理，为他们来祷告。那享年88岁那今天下午2点会有治丧的会议，那愿主来安慰这些遗族失去亲人的哀伤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来为他们来守望。那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华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那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前书2章7节再一次。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前书2章7节，我们预备性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吗？一起来奉献，经历他丰富的恩典。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着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上帝，感谢您在过去一个礼拜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照看着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在其中要面临很多的困难，不管是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健康上面，我们会有很多的拦阻跟黑暗的遮盖。
但是在这其中，我们如同行过死荫的幽谷一样，可我们必不受灾害，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在这边感谢主你，除了给我们平安之外，也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今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为主来做工，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好，经过昨天晚上，大家有睡好吗？那个，我们看昨天的那个选举，真的是看到热血沸腾，不管什么原因都热血沸腾。那个香港的朋友啊，很羡慕啊，就说啊，好，台湾还可以选举。哦，希望这个放在 YouTube 上面，我不会被抓走。好，我们要来读圣经哦，我们要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真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来读圣经尼希米记4章1到14节，在荧幕上也有，或者是你可以看你纸本的圣经。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那怎么读呢？我读单数节，然后邀请大家读双数节，大家可以吗 ？OK， 大家非常有精神，都预备好要来领受神的话哦。好，参巴拉听见我们犹太人已经开始重建城墙，就非常生气，并且嘲笑我们。亚门人多比亚站在他旁边，也附和着说：“他们能造出怎样的墙呢？恐怕一只狐狸都能踩倒它吧。”求你不要赦免他们所做的坏事，不要忘了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侮辱了我们这些正在修建的人。参巴拉和多比亚以及阿拉伯、亚门、亚实图的居民听到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并且城墙的缺口都修补好了，就非常气愤。但是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并且派人日夜守卫，防备他们。我们的敌人以为我们看不到他们，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等他们到了这里杀害我们、阻止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我叫民众武装起来，佩戴刀矛弓箭，以宗族为单位，分派他们守在还没修完的城墙后面的低洼处。
阿们。我们要来读神的话，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求圣灵带领我们在这其中来经历他的同在。在最近呢，除了九合一选举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全世界都在一起看甚至有人熬夜，就为了要看什么世足赛。我相信我们当中呢，不管是看这个短影音啊，或者是看这实际的比赛，都有看到吼。在这个比赛里面呢，连续2天，一开始比赛就连续2天爆出冷门，有2支队伍在大家一片不看好当中，竟然打赢了另外一个我们原本以几率来说比较可能会赢的队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沙烏地阿拉伯，在世足赛里面会有先在会外打比赛，然后打完呢，要有32个队伍可以进入到会内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世足赛，在这里面打比赛。然后呢，在这32支队伍当中，让大家猜猜看，可能你已经知道了。请问这支队伍在32支队伍里面排名第几？我非常冷静的说32，没错，你应该有在看世足赛哦。他们就在这里面。可是啊，一开始比赛的时候，我们第几名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过程中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呢，真的好像今天点完那支蜡烛，我们还特地把这个可以移动的讲台移开，让大家看那个点烛的时刻，那个希望的，那个让人有盼望的烛光被点起的时候，也就是当进入在这32强之后，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就好像你人生是一场赛局，进入到一个比赛里面，我好努力好努力，打败了在206支队伍里面，终于进入到那32支队伍了。进去之后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确定的是一定会有挑战跟困难。甚至啊，他们打完第1场比赛之后，大家也可以继续猜猜看，下一场比赛大家觉得他们赢的几率是多少？不知道，50-50吧，一半一半。0。其实他们打完第1场比赛之后，继续不被看好，所以一开始来比赛的时候，他们国家的这个王储还说，就王子还说，我们志在参加，我们能够参加就是太棒的事情了。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人生的赛局志在参加，得奖是一种幸运。如果可以一路顺遂到底，那个是因为有上帝保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一路上啊，看来是尼希米一个没有住过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甚至他也不是建筑师，他是一名酒政。他竟然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带领百姓重建城墙。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尼希米记就好像一个人在写日记，好像马基在写日记，好像你在写日记一样，把它写下来，边写边记录，边记住上主是至大可畏的。而且在这当中，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挑战跟困难里面，像我们刚刚的敬拜，2首歌都在讲祷告，让我们专注上主。在尼希米记里面呢，就像这样，日记一页一页翻。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被感动，他被感动是因为他看见一个坏消息发生。在这坏消息当中，他在想我怎么样来回应。于是他就向上帝祷告，祷告之后，上主给他勇气，让他可以
向王来分享他的负担，结果王竟然答应他，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不仅是回去啊，还赏赐了人力、物力，还有我们上个礼拜游牧师说的圣旨道。而圣旨道大家都只能乖乖站好，好，是。但是当回去的时候，我们面对世上的王，我们会说好，是。当我们遇到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说好或是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尼希米就因着这段话，他相信过去上帝的应许，如今如果我愿意，也要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就回去耶路撒冷。这过程中，当然王还派这个军队保护我，不然你带这么多资源，在半路可能就会被抢劫。然后从尼希米记第2章开始，我们最近的迦南之声一路这样过来。从第2章开始，你知道，当一个人他愿意来回应那个生命中的目标和使命的时候，挑战跟困难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如果我们遇到挑战，如果遇到困难，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挑战和困难，即使胜选，即使败选，后面还有陆续的挑战和困难。所以那一时的决定，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从主的心意来决定。因为我们若是从主，就像主日，这是主的日子，那主就要负责到底。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就带着这样的应许，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于是来咯，当你愿意要回应的时候，哎呀，你们要干嘛？你们这些犹太人、经亡国的人、四散的人、还被掳走的人，能够干嘛？难道你们是有别的心思意念，想要背叛？原来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努力的表现，可能我是为了要挤下谁哦？原来我在我的学业当中努力的表现，好像是一种不要太努力哦，不要太怕表，不要太专注哦，放轻松嘛，放轻松，反正时局就是这样了。很多时候，很多声音，我们会看见在尼希米记中，特别今天第4章，有3种声音常常在对你说话。昨天周六礼拜，我们从1楼开始往上走，用情境式的方式做会前祷告。在全部都黑暗的时候，在我们比较不容易看清楚的时候，甚至在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能够很容易安静吗？你会发现，当我们如果试试看，就会知道，心要安静下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从初代教会到大公教会到新教，都一样，都要默想，都要默观。因为当我们真实的安静在主的面前，上帝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听见。而今天这一段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特别对最近大家热血沸腾看世足赛的时候，大家热血沸腾看这9合1选举的时候，大家热血沸腾看这个不管是胜选还败选之后，我们的挑战，尼希米他马上遇到这样的话语，他就回应。天上的神，我们来读好吗？下面那一段，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这段话非常重要。每次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每次在服侍的时候，每一次在信仰告白的时候，都在表达这件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只要他不觉得那是他的父的，那就没有关系了，无份、无权、无纪念。但是如果你觉得主就是你的主，他是你的天父，代降节为你而过，圣诞节为你而过。我的朋友最常跟我讲，你们那个阿们的圣诞节是为你们过的。我说你这个观念很正确，因为的确全世界都在过圣诞节，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过。那为相信他的人，我们不就在其中吗？然而在这当中，人的声音却会一直不断的，好像一条路上有一个大石头，嘣就掉在那里。所以你就要怎样？要么你就要绕过它，要么你就换条路走，非常有可能。然而这些石头，我等下会说到哦，这些石头是什么？在今天尼希米第4章开始，当他们把团队建立起来，要开始奋勇做工的时候，真实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又临到了，而且不只是现在哦。第4章之后，继续往下看，第5章、第6章，内忧外患不断，却有一个神机骑士发生，叫52天盖完成这个城墙。在这么多挑战跟困难中，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完成？在人真的是不可能，然而在神却是万事都可能。然而神透过人在做这些事啊，透过我们的生命在做这些事，那怎么能够那么快完成？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条充满石头的路上，我们怎么行走，我们怎么祷告，然后我们怎么行动。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带领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敌人来到他们面前，用言语攻击他们，而且用讲话攻击别人是最便宜的，不用花任何代价。你只要讲出一些不好听的话，最好讲中他的弱点跟缺乏，他就会觉得，我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很糟吗？我真的像你讲的这么不好吗？很多时候，言语的攻击、话语的声音，听啊，你听见什么？所以我们会去选，我们要听哪一个 podcast， 我们就要去听哪一个广播，我们要去听谁对我们说话，谁对我们真实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所以大家今天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当我们每一次来宣告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来胜过那不属上帝的话。不属上帝的话太多了，或许你现在心里面正在想起。尼希米当他们团队建立起来，这是谁的同僚啊？这个是参巴拉的同僚啊，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呢，就在他的同僚和这些撒玛利亚军队的面前说什么？这些虚弱的犹太人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想要重建这个城吗？他们以为他们只要借着献祭，只要在这里礼拜，只要有祷告，就可以在一天完工吗？是在讽刺他们啊！他们想要从这些看起来已经破碎的碎石瓦堆中，要找出石头来建造。然后啊，讲完就算了。通常有一个讲，你可能心里还没有放在心上啊。只要再有人补一句说：“对啊，对啊，你就是这样啊！”哇，那个火就起来了。现在大家都很有情境感哦，就是这样。而且仇敌其实很常用这样的方式，只要让你累，只要让你不开心，只要让你生气，哇，偏离目标的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在那样的情况中，这个团队
要怎么持续走在上主的心意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透过祷告，他透过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他透过祷告，就好像诗篇里面的这些诗人，他们祷告什么？他们祷告这些心里的情绪，我要交给主。所以我们后来会看到说，这个尼希米啊，他竟然在这个祷告里面在骂人呢。神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情绪，神也不是说在情绪当中我们不能找出口。然而这个出口，它能够帮助我们继续专注目标，它能够带领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非常的重要。尼希米就透过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就带领以色列人继续的建造城墙。他将他的情绪交给主，他继续专注在他的目标。而今天的这段话，从敌人的嘲笑开始，竟然在讲了一件事情，跟你和我的生命有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都知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是从碎石堆中来重建。这些碎石，这些要重建成为城墙的石头，其实在原文里面，敌人的说法是：难道你们要从这些被烧毁的碎石瓦堆中来恢复生命吗？你没有听错，原来的意思就是恢复生命，也就是原来死气沉沉的耶路撒冷城，竟然有人要回去，要恢复他们的生命。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石头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跟有一个字很像，那个字叫做儿子。所以当你今天看到标题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奇怪，之前牧师到底在讲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道。也就是说，当他们回去重建城墙的时候，是要回去重建生命的。每一个城墙都代表了一个儿子的位分。而今天许多的人，他以为他是石头啊，他也让他自己成为石头，就让他自己的情绪，甚至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自己的境况，成为他的障碍。我就是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专业。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看见那个四面八方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的压迫，尼希米他马上就会遇到这件事情了。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当言语没办法伤害你，没办法攻击你，因为你一直在抓住神的话的时候，环境第二个挑战是透过环境来告诉你，社会来教你不要跟随神，社会来带领你不要跟随神。这是我们很真实的试探跟诱惑。当你在今天，如果你可以得到一大笔你想象不到的财富，你还会来做礼拜吗？这是很真实的诱惑跟试探。当他们遇见敌人四面八方，就真的是这样站位哦，站好，东西南北，然后还有放消息告诉你说：“我们接下来要来怎样？我们接下来要来攻击你，我们接下来要来毁坏你们建筑的工程，我们接下来要来挑战你们。”话讲得不够，行动也要开始了。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亚实图东西南北包围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工作，而且就是在他们盖一半的时候，盖一半就是等于没有盖啦，因为要来攻击还是很方便啊。而且这些人还要很勤劳的继续工作。这个时候，尼希米他继续做一件事情，叫做他带这些以色列百姓
来祷告，带他们继续来祷告。这次再一次的祷告，是为了要他们的心怎样转向神，他们的心转向神，而且要找到祷告之后，不是只有祷告，祷告之后要继续来专注目标，继续在这行动当中。所以尼希米带他们祷告之后，就告诉他们要一面工作，要一面防备，用轮值的方式，哪里有破口，我们就站在哪里，继续建造城墙。我们的家庭中有破口吗？那我们要站在那里祷告，继续建造城墙，恢复生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尼希米第一个挑战不够，第二个挑战不够，还有一种挑战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有一种冷哦，叫做阿公阿嬷觉得你冷，但是他不一定觉得冷。那有一种累哦，更恐怖。怎样的累？叫我看你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看我自己也觉得开始累了。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我看着你，我觉得好累，最后我也好累，我们就一起好累，然后这个团体、这个群体就想要停下来了。其实你没有做事，你不会累啊，你看着那个人累而已。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仇敌就是用这样的声音来搅扰我们的想法、思绪、情感，甚至最后的决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最大的挑战是身心的疲惫，而且是内部群体身心的疲惫。犹大的民有一首歌这样说：工人的力气越来越衰弱，有那么多碎瓦要搬，我们今天怎能修完城墙？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就不会很意外，为什么耶稣说做工的人少，要收的庄稼多？你们当求主，求主哦！我去做工，我还要求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投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很需要继续有力量，继续有盼望，甚至继续有能力，在这其中来行出上主心意里面的事。而且敌人还在这过程中不知不觉的一直告诉你一些讯息，他们准备要来攻击你哦。而且啊，连我们自己人都这样觉得，连住在附近的犹太人，住在附近的这些同胞们，都告诉你说，你在这一条路上走，你接下来就会遇到很大的攻击，你还不赶快闪开，去选别一条路吧。但是就在这其中，尼希米他带领弟兄姐妹，人的方法有一天都会到尽头。今天很重要的是带领弟兄姐妹要在神的话语中，不是找方法，是要在神的话语中找神。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有建造的能力。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重要的14节说，不要怕敌人。我们来读好吗？不要怕敌人，要记住主是至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儿女和你们的家园征战。我们真实来到挑战和困难面前，要胜过的原因，要胜过的源头，是因为这位主是至大可畏的。是因为如果我行在这件事上是神的心意，是神他要我走，是真理的话，我会遇到挑战跟困难，但我仍然走在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就是出于这位神是至大可畏的。
还有一个，在今天经文中也讲到，是出于爱的缘故，是因为爱的缘故。你看那上面写的，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儿女和家园，是你所喜爱的，是你最重视的，是你最珍贵的，包括你自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像是我刚刚说的石头。我刚刚说石头其实代表每一个人的生命，石头是我们遇见的阻碍，而石头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挑战和困难的时候，那个最大的石头是我就是那个石头，我就是那个因着我的情绪，我想要偏离目标；因着我的恐惧，我很害怕，我想要放弃；因着我自己的群体都告诉我，大家都不看好，大家都跟你唱衰，大家跟你说好累，所以我不愿意继续走下去。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不是神的应许，不是神的丰盛，神的恩典不够，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我们觉得到此为止，我们觉得，好像最后就真的成为石头了，就在那个地方不会动。所以在今天的金句前面有一个很好玩的经文，他说：“你们也要像那活的石头，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我用很多经文，我在讲一件事情，叫做石头。原来石头不是外面的人给的，是我自己耶。我就是那个石头，我就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前进，我卡住我自己了。所以才这样说，你们要成为活的石头，活的儿子，活的生命，它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它是有生命气息，它是有方向性的，它是能够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思考、不同的结局。你们要成为活石，阿妹吗？我们是活石，我们真的就是活石。在每一年迦南教会的牧者们，从我还没有当到后来当传道当牧者，我们每一年都会去一个叫做领袖高峰会。我很喜欢这个牧师他的分享，他是生命教会的主任牧师跟创办人。他很怪，他很妙，他很坚持，但他也很搞笑。每一年我在听他在荧幕里面的分享，他今年提到一件事情，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在讲尼西米的时候，都在讲领袖嘛，都在讲我怎么领导我自己，跟领导我周围的人，不管我是我的家庭、我的课业、我的工作。他说到一件事情哦，他说，在领导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导。而不可或缺的领导，就像我们在带领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哦，这个就是领导者啦，我要听他，我要跟随他。可是你知道吗？接下来他讲的话，就真的让人家觉得，哦，他说，你知道吗？不可或缺的领导者，通常都给人家的感觉很矛盾。我们要来想咯，大家要来想咯，什么叫矛盾？他说：“这个世代需要这样的领袖，你是这样的领袖吗？这种领袖是这样子的，在他很难过的时候，他就同时很有盼望。在你觉得这个领袖是一个很坚持的人的时候，他又同时让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种弹性在。当你觉得这个路走不下去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这个路走不下去哦。”他会告诉你，
我们还有路可以走，或者是他会在大家都觉得哇要感谢主好开心的时候，他跟你说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警醒一下，我们要来祷告。特别他说到，当能够把这样的领导做到极致的时候，我既坚持走在主的方向里面，但我随时又调整我自己的弹性，我要一直改变。所以你到底要变还是不要变？有没有这种领袖让人家觉得很焦虑？但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领袖，需要把这件事情、把这个矛盾做到最大的极致的可能性的领袖。我一边很有自信，但我同时很谦卑。我们可以想，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领袖？我一边很专一，我同时很能够变通。我一边有话直说，直指你生命的那个需要，但我又同时很爱你。这样的领袖，是我们所盼望成为的领袖，或者是我们遇过这样的领袖吗？在今天的经文，也是代降节第一主日，我觉得有一个领袖，他真的非常有这种特质。这个领袖叫做耶稣。在今天的金句，我们再读一次。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这样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前书2章7节。当我说石头是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彼得前书说，这样人所弃的石头，成为那头块的石头。因为大家所弃绝的耶稣基督，所弃绝神的儿子，已经成为了那个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石头，而且是在那房屋当中非常重要的基石。在今天我们分享这段话语的时候，其实今天的会前祷告已经讲了，这段它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石。后面是一个赞美诗，说这是上主的作为，在那看不起眼，在那被忽略甚至被丢弃的当中，神就是拣选你，要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在那绝望之处，却是让人有盼望之处，因为他诞生是为了要死亡。哇！过圣诞节是为了之后要有受难周哎，但是还会有复活节。他是人也是神，有没有很极端出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他尊贵像君王一样，但是他出生却卑微像婴儿一样。所以我们在圣诞节其实在经历一个很谦卑的过程，寻求我们自己的生命再次回到像婴儿，寻求那赏赐我们、供应我们的主。他是宝贵的，却被丢弃；他死了，却要复活。他无所不在，却道成肉身。他是石头，也是儿子。所以当尼希米他们要回应呼召建造城墙的时候，其实是上主再一次告诉我们，他要兴起他儿女的身份职分，继续来建造，好像同工迦南我是同工一样。从3方面来建造。第一个就是从那看不起眼，从那个破败当中，从那个你想到就觉得哦好难过哦。你知道吗？尼希米其实是在一个坏消息当中决定他要回应呼召。他不是说哇那里好好，我好想去哦，那里好荣耀，我好想去哦。
而是他看见那里有需要他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责任，那里有一个破口，所以他回应这个呼召。上主通常就是在你觉得很难过，你觉得需要改变，你觉得是破口的地方，开始兴起你。那我们要祷告主说：主啊，那我能够怎么回应？不要再看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等了，要祷告，要回应。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已经在这路上走了一段，从一半的高度开始，这个城墙邀请我们继续来建造。有些人他要顾家里，他要顾工作，他还要顾服事哦。有些人他要顾小的，还要顾老的，内忧外患。有些人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又心里面很迫切想要做一件事情。神就在这其中兴起你跟我，兴起你跟我，并且用他的话语坚定我们的心，不要怕敌人，要记住上主是大而可畏的。更重要，今天待降节第一主日，我们的生命，如果这是你认为你相信这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度，我们就会带下这国度。不管我们经历到多大的挑战，或是困难，或是现代人最怕的就是未知。什么时候会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经济会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生命会结束。最近真的是很多突然的生命，在世上就是终点了。然而，如果我们在主里，这是起点，通往永恒的起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会有让我们分心的时头，或是让我们觉得很有压力的时头，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甚至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面对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石头，有的是挡在路上的，有的好像在你的耳朵里面不断的告诉你一些声音。不过今天尼希米记却邀请我们要祷告，要回应，要在主的里面有盼望。他亲自与我们同在，早在你还没有被创造以前，他就与你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不知道你生命中的那个石头，或是你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甚至是就像尼希米一样没有办法靠人突破的困境。但主说不要怕敌人，要记住上主是大而可畏，要为你的产业来征战，因为这些是属于上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的家人，为你的产业来祷告。他们是属神的，不会被仇敌夺去；他们是属神的，要行在真理中；他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无论我们现在是不是失去亲人，永生的盼望跟着待降节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的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跟缺乏。主，你邀请我们，你邀请我们，你邀请我们来相信你，并且在相信你的过程中，你赏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主，我们能够祷告，是因为我们站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站立在救恩的磐石上，我们站立在我们自己是得救的磐石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的力量，或许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主在你的国度当中，却是一件一件事情要实现，因为你的应许是从来不落空的。主，我们要将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将你所赏赐我们、托付我们的产业带到你的面前，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更是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相信主来掌权，让我们在这过程里面，主我们就经历到主你一一的带领我们突破这些困难跟挑战，放下心中的石头，放下我们自己生命的石头，我们要定义跟随主你来走。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邀请大家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敬拜，成为我们的祷告。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再次从头来唱。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我们要来宣告，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确实经历祷告的力量带给我们的改变。主，我们更是要再一次在你面前来祷告，因为你是至大可畏的神，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更是让你独生儿子为我们降生的神。主啊，你道成肉身的恩典，如今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就经历到这奇妙的事。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再次来向你求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叫人的生命从死里复活，是叫人的生命从软弱中变为刚强，是叫人的生命从那分心而能够专心。主，我们如今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恩典。愿天父的爱，不变的慈爱，永不改变的应许，耶稣基督从2000多年前从死里复活的恩典，在圣灵的引领当中，如今我们在代降节纪念你的恩典。
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你心你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愿你兴起，到了你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带信心坚定地挡仇敌，用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愿上主祝福大家来经历祷告的力量，请坐。谢谢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检讨我这。